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这个事情咱们已经聊过好多期了。今天这个山西大同中级人民法院呢，对这个订婚强奸案已经做出公开宣判，维持一审判决，也就是维持强奸的这个认定，维持有期徒刑3年这个判决。这个和前不久我做节目分析的是基本一样的，就二审很难改判。这个二审改判，我虽然不是律师但是我大概知道一些。二审它一般审什么呢？审一审的这个程序对不对？对吧？你的程序是不是公开？是不是这个合理程序正义然后第二审什么呢？审你一审的法院你用的这个法律条款对不对？还有一个审什么呢？审你有没有新的证据。这个新的证据是一审的时候拿不到的，种种条件限制或者没有发现，无法发现。一审审完之后突然找到了新的证据，这个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这个认定，这个时候你这个新证据拿到二审来，它一般是这个逻辑二审很难再说把你一审的那些证据已经审过的证据然后再来推敲，它一般的好像不这么干。所以我当时断定肯定是维持原判。这个作为上诉人席某某，主要他亲属他拿不出什么新证据，他也没办法指出这个一审法院哪儿审的不对，他只能从他自己那个角度讲这个理，什么订婚了订婚了就不算强奸，就这个逻辑你老是想操纵舆论，引起舆论的这种关注，用舆论来绑架，对吧？让改判，这个路子不对。二审法院审理查明说2023年1月30号，上诉人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当地婚介机构介绍认识后，确定恋爱关系。5月1日，双方订立婚约。5月2日下午，席某某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有期徒刑3年后，判后席某某提出上诉。你看这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席某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强奸罪。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你看到这二审法院说的是一审法院审判的程序是合法的。一审法院考虑到席某某与被害人属恋爱关系，且在被害人一方报警后，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席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所以他还有从轻的情节，故酌定对其从轻处罚，量刑适当。综上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日，本案所涉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宣判。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立案前，女方已将10万元彩礼款及2枚戒指退至婚介机构，婚介机构通知男方领取，男方拒不领取。一审法院判决驳回男方关于返还婚约财物的诉讼请求。二审期间，法院为做到按揭事了，通知保管方将彩礼款以及戒指送至法院，男方仍不领取。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你从这个10万块钱那个彩礼款以及2枚戒指的这种返还这个纠纷来看再一次印证我说的，这个男方家长把一个小事本来是可以给他妥善处理的，结果处理的这个窟窿越来越大，对吧？这个我记得这个订婚强奸案从第一次评论我就认为这个男方家长有问题，我现在还是态度。你看他要人家女方把那个订婚的10万块钱还有2枚戒指返还，人家女方把这个彩礼10万块还有戒指退到这个中介那儿，婚姻介绍所嘛，他们是通过中介认识的。但是不知道这个男方家长他是怎么考虑的他肯定有他的理由他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要么是从律师那儿学的这个一些这个或者是做法要么是他自己个人认为的，他就不去取这个钱，他非要你这个家长你把钱退给我。甚至那个二审法院觉得这么整不是个事，让这个中介把那10万块钱还有2枚戒指放到法院这儿来，然后通知男方你到法院来把这钱拿走，男方不拿。我不知道这个家长这么轴他到底想干啥，他已经把他孩子给害了，这是典型的法盲我记得因为我刚才没有再去看一遍，我记得当时这个所谓的强奸案发生之后，应该这个男方跟这个女的和他女的妈妈在3个人在车里面已经谈好了，然后
然后说把那个彩礼啊补齐，一共是20万吧，已经给了10万，后面10万补齐，完了之后什么好像什么房子加名字吧，大概这意思，然后领结婚证，就马上结婚，这事就过去了。结果这个男的一回家之后，就这个男的妈妈马上变卦，他变卦的理由恐怕也很充分啊，有很多，当然也有很多这个网友啊支持这个男方的妈妈，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女方是个骗子，就是骗婚，等你把这个20万给了，等你把这个房子名字加上了，他目的达到了，他就要离婚了，然后就分家产。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这个男方的母亲不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吧，他种种的这个拖延，对吧？又是讲这个返本啊，在北京又这样，反正各种拖延嘛，最后女方失去了耐心。这个事实部分啊，2审法院都已经查明了，作为网友就没有必要再去在这个事实部分再去较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你作为处理这个事情的人呢，家长，你怎么样让他降级？它是个刑事案，你怎么样把它变成个民事案？民事案最后变成一个争执，双方一协调就完了。作为男方家长啊，他没有法律意识，他满脑子的都是自己那个歪理学说。但凡他有点法律意识啊，他不可能这么处理，因为对他儿子来说非常不利，处理不好就是刑事责任了。事实证明啊，他就是刑事责任。如果当时这个男方家长他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把他儿子送进去。那他如果是意识到这一点，他应该妥善处理。什么意思啊？就叫缓兵之计，先把人稳住，都答应人家，把他降级成一个民事。什么叫民事呢？这个女方已经报警了，警方正在立案，立案和不立案之间，你一定要满足女方，让女方撤案。只要女方一撤案，这个就变成一个民事。什么叫民事呢？就是后面再扯皮了，对吧？万一你把名字给他加上了，你把10万块钱给他了，他不结婚，或者结婚了他要离婚，他分财产，这都变成民事嘛，那就打官司慢慢打。你儿子是不会坐牢的。这回好了，儿子把3年牢坐了，这还有一个污点呢，这个刑事责任呢，强奸罪啊，这跟着他一辈子啊，不是被他妈害了吗？因为这个刑事对他儿子非常不利，就是他儿子是处于一个可刑事可民事的这么个地步，万前一步海阔天空，万后一步万丈深渊，就这么一个境地，他看不到，他以为无所谓，他以为他跑到警察派出所去讲他那一套什么订婚不算强奸。也就是说，这个女的男方家长他没有认识到他儿子的危险境地，拿儿子的这个前途跟人家博弈。当然了，我们现在说这个男方家长也晚了，我想这个男方家长不仅后悔，对吧？如果说时间再倒退到3年前，我相信这个家长不会这么处理，但现在晚了，我相信他现在恐怕还要继续告的话，那就申请再审就应该到山西高院，他1审法院叫阳高县人民法院嘛，2审法院是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那再审的话，对吧？他要么向那个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或者是向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这个申请再审更难，反正一般的来说申请再审就是启动再审程序，好像就那有1%就不错了，就是100个申请再审程序的，启动这个再审程序的，恐怕只有1个能成功，就是能启动再审程序。就是启动了再审程序，不代表你能官司能翻过来。所以虽然这个男方的母亲有决心，还要再往上告，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就救济途径差不多也没了剩下的就是写举报信了，到处投诉，到处申冤。一般2审就是终审嘛，那你申请再审，这个再审程序你很难启动，就是启动了你也不一定能赢，再审还是维持原判。我倒是觉得这个男方家长收了神通吧，没有必要一条道走到黑已经酿成大错了。我刚才说了，但是我们也要同情这个男方和他父母因为他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剧。就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当然跟他父母的这个性格特点有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就是现在年轻人结婚难，男女对抗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关于彩礼，对吧？高彩礼，什么结婚就要买房子，这个现在愈演愈烈，对吧？愈演愈烈就导致男女这个对立就越来越厉害，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很多男的就觉得你这个女的捞女，你这个女的要高价彩礼，要房子，你的目的动机不纯，你就是图钱来的。而女的呢就觉得你连房子都没有，你连彩礼都不愿出，凭啥跟你结婚呢？都有理双方都对。所以这个是不是这种冲突越来越激烈？尤其在网上，现在很多男的，对吧？谈恋爱的时候请女方多吃2顿饭，他都在算计，而觉得这女的如果经常出来吃饭，但是不答应他，那就是捞女，别有用心，都已经到这地步了，对吧？还没开始谈就开始算计了我给他花了多少钱，这个女的值不值？那女的呢也好多这样的她开始拿钱财
衡量，你有没有钱，能出多少彩礼，能为我花多少钱。所以在这种氛围之下，是不是男女这个对立越来越严重？年轻人谈恋爱难，结婚更难啊！这种我认为啊，这种都是互相这种提防，那就是这个社会风气发生变化，男方怕上当，对吧？所以说你看啊，他那个彩礼谈判，那跟关税谈判差不多啊，对吧？一共20万，先付10万，什么时候办了什么酒席，到了哪一步再付一部分，最后结婚了再付尾款。你看看这把一个结婚深深的搞成一个什么？搞成一个商业谈判，一个合同，就这个也没房住啊，还不出事了吗？对吧？到哪一步要加名字，到哪一步买房，为什么搞得这么像那个商务谈判，就跟那个商业合同一样的？就是因为大家害怕你跑了，害怕你别有用心啊。这个女方和她的妈妈都已经说了，对吧？你赶紧结婚领证。后来又说啊，这个彩礼如果你钱不够，可以先欠着，对吧？能给多少给多少，剩下一部分欠着，赶紧结婚。但是这个男方的就认为你越急着结婚，是不是越有目的啊？还是想骗我们钱吧？所以你看这种对抗情绪之下，人上头了，所以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当时只要这个男方家长满足了女方的要求，这个女方到时候一撤诉啊，一撤案，那警方有可能对这女方啊进行处罚，批评教育，因为你报假案了嘛，或者你们俩人是小两口子吵架乱报案，对他批评教育或者是一定的处罚，那个处罚比较轻，这事就过去了。警方也想息事宁人呢，不想捅这么大一个事啊，结果这个男方家长不知道吃错药了，错失良机啊。所以我们说来说去啊，就是这个男方家长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儿子所处的地位，那个危险的境地，这么耗下去谁最倒霉啊？他儿子最倒霉，女方也倒霉，但是女方倒霉能倒啥霉呢？无非就是到时候背了一个被强奸的这个名声，但他儿子是付出来是3年的这个光阴啊。这个让我想起了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贸易战，这个关税谈判。实际上你看看啊，这个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税这种博弈啊，是不是和这个强奸案的博弈非常类似啊？什么叫类似呢？就是说这个关税贸易这个博弈，肯定有一方要吃亏。现在就是吃亏的那一方有没有认识到，对吧？这么搞下去，最终是我要吃亏。既然我是要吃亏，那我怎么样，对吧？我怎么样？我抓住机会，我的亏少吃一点。因为如果真的这么杠下去的话，最终是我吃亏多啊。他也吃点亏，但是他没有伤筋动骨，那我这恐怕是要伤筋动骨啊。也就跟这个男方一样的嘛，你这么杠下去，对吧？谁也不让步，好，男方就是坐牢嘛，女方也吃点亏，但是女方吃亏并不要坐牢啊，他这名声不好听一点啊，被强奸，顶多这点受害者，或者有人误解他，说他就是骗婚啊，骗人钱财，顶多对吧？但是男方的这个痛苦，对吧？惩罚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跟关税战是一样啊。这个贸易战加关税，该怼要怼，这是叫博弈。但是博弈双方一定要清楚认识自己，我是不是这么下去，我是不是最惨？我损失1200，对方只损失800，那我有没有必要非跟他这么杠呢？能不能见好就收？一看这事情差不多了，那行，对吧？这样我损失1000，对方损失900，那也差不多，总比我损失1200，对方损失800要好，是不是这个逻辑啊？这叫博弈嘛。现在你看啊，特朗普现在就这个煮熟的鸭子嘴硬，特朗普不断的放风啊，对吧？他一边把这个中国这个出口的电子产品，对吧 ？iPhone 啊、电脑啊，这关税对等关税给它取消掉了，当然那个芬兰尼税还在20%，实际上他就服软了，但是他嘴上很硬呢，他也说希望跟大国达成协议。他前几天还说不打算跟你谈判，把所有的谈判大门给你关上。现在又拼命的说，我们希望谈判达成一个很好的协议还不是我要达成协议是你们中国要达成协议，也就是他嘴还要硬希望你们来谈。我这人可是好说话，那大国有没有必要说跟他继续呛着呢？我倒觉得没必要，对吧？咱也借坡下驴，你说谈咱就谈。因为在我看来如果这么杠下去，我觉得吃亏的肯定是我们，因为你失去了美国市场，对吧？是美国人很惨美国人他物价要涨这个那个的，但是你这个没失去美国市场，你这产能怎么消化，对吧？你这有多少人失业，也有多少企业关门，对吧？你这东西你因为美国市场失去了，你的产能你要往哪儿转移啊？你转移到哪儿人家都怕你，人家都防着你，对吧？你还没转移呢，人家欧洲已经开始防着了，说你这东西要卖过来，连印度都开始防着了。印度说这家伙在美国卖不掉了，很有可能要倾销到我们印度来。那你说谁吃亏大？美国是无非就是好，我从你这儿买不到便宜的货是吧？那毕竟别人还会卖给他，虽然贵一点，人家不知道没得用，反正人家是出钱，人家是消费市场，他无非就是价钱高一点，你这可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像那个长耕组这憋住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跟美国对着干的话，我们的当然美国也有损失嘛，那我们损失要大，那我们就像那个南方父母一样的，你得考虑清楚。这个我刚才说了，你该怼还是怼，这是叫博弈，但是博弈要看个分寸，对吧？实在不行了，一看有个台阶，那赶紧下。如果一条道走到黑，非要往下杠，你非要躲这个女方，
父母回心转意啊，害怕女方让步，人家不让步了，人家没有步可让了，对吧？人家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这个女方父母就是等了很长时间啊，最后等不及了，实在是被这个耐心啊，被这个男方母亲给耗掉了。所以我结合这订婚强奸案，对吧？咱们想到了这个贸易战、关税战。订婚强奸案告诉我们，就是因为男方母亲没有认清形势，错误的估计了形势，导致他儿子身陷囹圄。本来有一丝生机的，本来只是个经济纠纷，最后坐实了刑事案件。那贸易战也一样，贸易战可以说第一阶段那咱们应该是获胜了，特朗普已经低头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展现出一些灵活性，对吧？跟特朗普的以及特朗普小集团的斗争也游刃有余，这样让我们的利益最大化，对吧？我们不用管美国利益有没有最大化，我们只管我们自己，我们的利益最大化，那我们国内就，对吧？这外贸企业至少还能活下来，很多这个打工人呢还有工作。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国大豆协会主席恳请特朗普结束关税战，中国被曝快速大量采购巴西大豆。美国大豆协会主席、肯塔基州大豆种植户卡莱布·拉格兰近日在给特朗普的公开信中写道：“我曾经投票给特朗普，我是一位投票给特朗普的大豆种植户，我恳请总统结束这场贸易冲突。”特朗普自己也说每一次贸易战，美国的农民都首当其冲，他也知道，因为我们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农产品的消费市场，也是全世界不可多得的，对吧？你失去了中国市场，就像中国的商品失去美国市场一样。中国宣布这个暂停波音飞机的这个交货，还有包括波音飞机的那个零部件，这个对波音来说打击非常大这个贸易战如果就这么下去的话，那我们，对吧？这中国这个飞机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不是第一就第二吧？你要小，顶多比美国小一点。就是未来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说到2035年，中国还要采购8000多架飞机，民航你就知道中国这个航空业什么个概念。你中国14亿人，美国才3亿人，对吧？中国14亿人里面好像只有坐过飞机的，好像只有几千万，1000多万吧，也就是绝大部分人还没坐过飞机。你想这个市场有多大？市场这么大，意味着中国未来10年还要进口8000多架飞机。如果波音失去这个市场，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个对波音的打击非常大，说波音的股价立马就应声而跌。特朗普还专门发了个帖子非常酸但是我在想那波音在中国投了那么多厂，我记得在天津有个厂，还在哪儿都有厂，全世界波音的一个飞机的尾翼都在中国生产。那你说这一厂怎么办？这一厂可招的都是中国人呢，工人，那不也得关门吗？这个是真正的叫打断骨头连着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我掐你的时候，实际上自己也很疼。这就是我说的还是要加快跟特朗普这个贸易谈判，也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就是要跟他叫博弈，一手也要跟他谈判就像这个普京一样普京不就把特朗普耍得团团转吗？特朗普提的任何建议在普京那都是可以的普京都是认可的，非常高兴，非常欣赏，早就该这样了。但是普京他会每一个特朗普的建议前面他都会加一个条件，就是态度上非常好，但是实施这个需要有条件，特朗普拿他没办法。这就显现出这个普京在跟特朗普的这个周旋之中总是占上风，普京在牵着特朗普的鼻子走。所以我说来说去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这个贸易战关税大战到现阶段，咱们似乎是占了上风，但是不能过于乐观要清醒的认识到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只有输多输少的问题。既然都是输，对吧？那我们有机会赶紧谈，这个不能被网上正能量被胡一静老师这种人，对吧？这种冲昏头脑，以为自己取得胜利，这个胜利只是面子上好看，没有实惠都是损失这种胜利是以很多外贸人失业，很多外贸企业关门，对吧？以经济发展低迷为代价。我们不能犯这个订婚强奸案这个男方母亲这个错误估计形势。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